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1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7篇，出埃及记第33章第1节到第6节，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21节，第4章第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徛在伫主，徛在伫主。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做金牛，其实咱讲是偶像啦，其实甲牛也无啥物关系啦吼。咱称即种的做法叫做造神运动啦吼。造神运动其实伫足侪的所在拢有，也是讲足侪时代拢有啦吼。咱像即马世界的偶像崇拜，基本上拢是造神运动来产生的吼。对伫未知总是会烦恼惊吓的人，因为因家己的想象伫无共款的范畴顶悬，拢设一个偶像神明，然后家己就足深来相信，讲有迄个材料安尼啦吼。不但安尼，因嘛佫惊到要害吼。比如讲，咱用真简单的例来讲着民间宗教，信仰中间台湾咧讲着拜祖先。咱真侪时阵想要去招一个民间宗教的朋友来伫教会来信主。厝里的长辈拢会反对，因为因烦恼，因死了后呢，无人通去祭拜，所以因伫阴间也是将来就会夭死吼。后辈的人嘛，另外一种的烦恼，就是讲，若将来无拜的时阵吼，不但是袂保庇吼，佫会倒转来找麻烦安尼啦吼。即种的惊吓。互因安尼，敢若想着惊到要害去吼。牧师要提出一个疑问，是讲，如果咱甲厝里内底的长辈的关系感情真好的时阵，哪会去惊讲将来去想着因、看着因，甚至梦着因呢？佫会惊因来转来吼。如果因的灵魂真正会当转来啦吼，如果拜祖先是为着要互因伫阴间通好食，还袂夭死吼，那安尼是安怎咱佫会惊去看着因真正出来食？这是偌尼严重的一个互相矛盾的一种的想法。真侪传统宗教的神明是出自人的家己的需要，也是讲家己的想象。就如腓立比书第3章19节的经文甲咱讲，因的结局是沉沦，因的上帝是因的巴肚，因的阳光是伫因的见笑。因所伫志的是地上的事，所以因正像这拜祖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好的例。一方面，咱惊无人拜，因咧惊无人拜，因为惊讲将来会夭死。即句话就已经矛盾啦，因为人已经死啊，佫将来佫会夭死吼。佫惊讲无拜祖先，祖先的魂会倒转来对咱不利。但是咱毋是真相信俗语的一句话讲“好无食囝”即句话嘛？伫出来伫即个西奈山的下面，以色列人其实嘛是共款的问题，因受到埃及真久长的即个民间宗教影响，因为因毋知影迄位带领因出埃及的摩西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是毋是会佫倒转来？因啥物人嘛无把握，因为因看袂着，已经40天，所以因就要求亚伦来替因做一个神明，来带领因吼。
所以咱看到经文的记载，可能你会感觉真好笑，以色列人哪遮戆，还佫做一个神来带领因吼。但是做一个神来带领因，现在人嘛是拢安尼，敢毋是安尼？叫一个偶像望来伊来保护，却是爱地动的时阵爱保护伊，互伊袂落落来。咱想要决定一项代志，民间宗教的人，伊就是伫神明、伫祖先牌位的头前，就去跋杯跋3摆，互偶像也是祖先的牌位来替因做决定。当然，即个中间跋杯3摆，即个有靠运气，嘛爱搁看你问题的方式，迄得出来迄个结果拢无共款，因为这有几率的吼。事实上，咱话搁讲倒转来，有一寡基督徒对代志的处理的方式嘛，带即种上命论的方式咧问上帝。其实因心中拢设好家己想要爱的方向，亲像迄个圣经中间领着一称的奴仆，已经有家己的答案啊，但是伊搁甲即个主人伫遐来辩论，像迄个歹的奴仆，伊祈求主人的原谅，伊欠真侪钱，但是伊却定义要来歹款待迄个欠伊一撮仔钱的人。今日的经文，腓立比书第3章有咱真熟悉的经文，保罗安尼讲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已经得着。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按着所插的表来走，来得到上帝伫基督内面对顶悬吊咱的想，上帝伫基督对顶悬呼召咱的咱所要追求的，毋是家己的腹肚的需要，毋是家己的惊吓，嘛毋是家己的渴望，是上帝替咱所插的人生的目标。基督徒所得爱做的，毋是去做神，来互家己通好安心。因为既然是对人的手所做的神，就毋是真神。袂过你无才调做一个神明，伊真正会当来带领你、保守你，这是无路用的。咱着爱靠着倚靠、相信这个真的上帝，坚定来倚靠伊、踮伫伊来徛在。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7篇，出埃及记第33章1到6节，腓立比书第3章13到21节，第4章的第1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靠主站立的稳。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为了自己造了一个金牛其实跟牛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偶像啦那我们称这样的行为叫做造神运动。是的，在世界上许多的传统宗教偶像崇拜里面，都是造神运动而产生的。对于未知的将来，总是会担心害怕的人们，那凭着自己的想象，在不一样的范畴上面都设了一个偶像神明，然后自己就深信不疑，这个偶像呢有这样的神力，可以做这样保护，但是也害怕的要死，对这些神明总是会用这个比较我们说的比较这个贿赂的方式来希望这个神明不要生气。我们就以民间宗教信仰当中的祭拜祖先来谈很多人想要从传统宗教变成基督徒的时候，家里的长辈总是会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将来死后呢，没有人祭拜，他们就会饿死。那后辈也担心，将来如果不拜祖先的话，那么祖先的灵魂会回来找他们麻烦
所以害怕的要死哈。那么牧师想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人们跟家中过世的长辈的感情关系是非常良好的时候，你怎么会害怕见到他们，或是他们回来找你呢？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回来的话了。如果祭拜祖先是为了让他们在阴间有得吃，那么人类又为什么会害怕看到他们真的出来吃？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互相矛盾的情形。许多时候，传统宗教的神明是基于人的自己的需要跟想象，如同腓立比书第3章19节的经文告诉基督徒，他说他们结局是灭亡，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子，他们以可耻的事为荣，念念不忘世上的东西。那自己的肚子其实就是用吃东西来形容需要哈。那祭拜祖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啦哈，比如说怕没有人拜啊，将来会饿死啊，其实他们已经死了，不是吗？怕不拜祖先，那他们会回来对他们不利。可是我没有相信那个成语说虎不食子。出埃及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也是很类似这样的情形，他们受了埃及的传统宗教的影响，所以他们心里很害怕，因为那一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已经离开40天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会回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有把握，因为他们看不见。因此他们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来带领他们，注意听哦，造一个神来带领他们。或许基督徒看到这样的经文会觉得很好笑啊，造一个神明来带领他们，造一个神明来保佑人们啊。其实现代人还是这样子做啊，还是这样子做。比如说刻一个偶像，希望偶像来保佑，但是在地震的时候又怕它掉下来。想要决定一件事情，就在那个神明之前，或是祖先牌位之前呢，就直交3次哈，台湾话叫跋杯啦哈，让偶像呢，让祖先的牌位呢来帮他们做决定。当然这个是需要靠运气的了哈，要看你问问题的方式，然后每一次的几率都会不一样，那结果也都不同啊，每一个人丢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啊。那看完了传统宗教，其实我们会来想我们自己，有一些基督徒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带着所谓的宿命式的方式来问上帝的意见。那其实心中他们都早已设定好自己的决定了，如同那一位领了1000元的仆人一样，他已经有设定好自己的想法，然后去跟主人去 argue 哈。还有圣经里面的那一位恶仆人，他去祈求他的主人原谅他积欠的好多的钱，却已经执意要用邪恶不好的方式来对待那个欠他一点点钱的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腓立比书第3章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们，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我只专心一意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情，向着目标来直奔，为着要得到奖赏。这个奖赏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那和合本的经文大部分人都比较熟悉，我再读一次。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上帝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意思是说，这个目标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追求自己的肚腹，就是说自己的需求，不是因为自己的害怕，不是因为自己的渴望，而是上帝为我们所插的人生的目标。基督徒所要做的，不是去造神，然后期望能够让自己安心。既然已经知道这个经由人手所造的不是真神，是无用的，那我们何必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应该要靠着信靠真神上帝，坚定的靠着他，然后能够站立得稳。